菜罐头，才能识别交情；生死场合，才能看出道义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真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伤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也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？真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伤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是过着准拄煞，你是查甫人，莫甲阿母计较啦，你毋是就过啊？哼，我已经忍气30年啊啦，谁来伊个性哦，一点仔改变都拢无啦。阿爸，恁两个安尼，我夹在恁两个中，我是要安怎做人啦？我要为你嘛唔对，要替阿母讲话嘛唔对。阿爸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替我想看卖下好无？闭关啊！阿爸，钱是谁摕拢无要紧啊啦。我只是希望讲，咱一家伙会当平平静静过日子，安尼就好啊，好无啦？好啦，我即摆开始哦，我做会到安尼就好。阿爸，哼，阿爸。慧婷吼，钱也拍无，就准拄煞啦。当初咱无收就好啊嘛，哪甲爸激气啊人吼，安尼会去歹身体呢。哼，伊是你的阿爸啦，伊做啥物代志吼，你都嘛替伊讲话。伊是我阿爸，你嘛是我的阿母啊。我袂惊阿爸迄边拢替阿爸讲话啦。阿母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迄是恁爸仔囝的代志，我无想要插啦。我只是讲吼，望你紧生一个孙，互我抱啦。唉，迄补药啊吼，我已经买转来啦，放喺灶骹啦。安尼面吼，你家己专的照三顿啉吼。多谢阿母。哎呦，你迄钱吼嘛紧家想好啦，无吼较等阁有人摕去啊啦。哼，人咧厝诶，爱招杂偷啦，互人听着就笑死，真正是家门不幸啊！陈志忠，这物件我希望今日拢应该看完。这物件哦，安怎？太伤济？我一个月给你2万块，你若嫌济，会卖？啊不，总经理，我今仔就算加班吼，我要甲这些资料拢看了。听讲你拄结婚？哦，是啦，啊我前2天吼才结婚的。你留来加班，恁某敢会肯？总经理，我是一个查甫人呢，啊查甫人本来就是爱以事业为重啦，对无？好，真好。
谢律师啊，干金梅这个案件吼，千千万万都要拜托你，吼，爱劳烦你啊，吼。钱的代志吼，袂要紧啦，钱会当解决绝对毋是问题啦，无要紧啦，吼。拜托你，吼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好啦，无遮劳烦你哦。阿母啊，你莫搁哭啊啦。我要哪会讲回口？我哪想到我阿妹仔伫看守所甲咱讲遐经过，我心肝哪都袂顺个咱一粒石头牙跌掉。想要到阿妹仔破东时啊，咧天真活泼，心肝内阮遭到遐尼大的痛苦伫。阿妹仔讲了无毋对，伊的养父根本就毋是人，是欠上去敌死。拢是你这查某人，哈，创造落做遐歹心肠的代志啦。阿母啊，但是即马讲这哪有路用啦？即马上要紧的吼，就是想别人看会当甲金梅救出来袂？我拄则毋是敲电话给谢律师啊，伊即马是从台湾上红的律师，我相信有亲身出马吼，有钱判死，无钱判死啦，相信绝对有法度甲救出来啦，吼。好啊。假使即摆吼，阿妹仔若真是会当讲无罪，搁再放出来，你是着要好好个疼惜咧。阿凤啊，你毋伫看守所的时阵，你嘛有讲，你会承担一切。阿妹仔吼，家己所受的委屈，你拢着要想办法甲弥补回来，知影无？阿母啊，我是你的囝，我的个性你上了解。我讲计划，我一定会做到到。尤其是阿妹仔，伊遮尔可怜，即摆咯，因会当出来平平安安，就叫我做啥，我就心甘情愿啦，吼。你着要想办法，将阿妹仔甲救出来。好啦。喂，志忠啊，你还袂下班哦？阿母，我要找美观啦。哎呦，美观伫灶骹无闲啦，你有啥物代志吼，甲我讲嘛共款啊。阿母，袂用你啦，我要找美观啊，你叫伊好不好？拜托的啦。你哦，娶某都袂记咧阿母啊，小等下啦。美观啊！喂，喂，美观哦，我足想你的呢。我嘛是啊。你即摆袂下班？我今仔会加班啊。你第工上班都要加班哦？无法度啊，头家要求的啊。我知啦，美观。是，我知。好，多谢你，多谢哈。头先伊啥电话？总经理，是我打电话给阮某，甲伊讲我今仔会加班啦。恁某？是。安尼，是安怎要甲伊说多少？这。总经理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陈秘书，我今日要加班，麻烦你给我准备2个便当。好。总经理，其实吼，你免遐麻烦啦。我连面吼家己出去食就好，唔免准备个2个便当啦。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陈秘书的，你敢袂？啊？你若有需要，我对陈秘书佮准备1份。哦，唔免，我连面家己出去食就好啊。多谢。家
咱去买食饭啊哦。阿福啊，阿母无心情通我煮饭，凊彩食车咧。这碗面吼，互你煮枵啦哈。阿婆，我甲你饲人哈。免呀，乖乖，你先食啦。阿爸巴肚若枵吼，家己会晓食。你管啦，莫管恁阿爸啦，先食啦。阿母，你食。我爱食，要紧，我食。有才调吼，一世人拢莫食啦。总经理，你甲陈秘书的便当互我食吼，安尼我对伊足歹势呢。潘市长，查某人生活遮尔软，是要安怎做事业？中呀你哟，俗风赢着，才苦了苦。潘市长，查某人生活遮尔软，是要安怎做事业？紧食，搁做侪资料还袂看。是，总经理。闭关啦！啊，你药啊哪都是走卡，你还袂怎哦？我等下才去怎啦？哎哟，搁爱等哦！啊，即马遐尼晚，你是要等到3更半暝哦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迄药啊要照3顿食嘞。我哪咪就去啦？啊，市长还袂转来哦？伊还搁咧加班哦？嘿啦。哎哟，啊头一工去上班，就爱加班加到遐尼啊暗哦？爱什么公司啊？你电话互我敲来问看卖啦。阿母，免啦。市长有讲，会才通去上班尔，佫有足侪所在拢毋捌的，所以吼，也比别人较拍拼，用较侪时间的，毋才较紧了解公司的业务。哎哟，工课爱做吼，厝内嘛爱顾啦。啊，恁遮拄结婚的，啊伊就安尼无闲哦，放你一个人咧厝内底，安尼你毋是足可怜的？袂啦，阿母，我要哪会可怜啦？市长肯拍拼，咱家欢喜毋才对。好啦好啦，你做某的吼，拢无意见啦。我做阿母有啥物话通讲啦？我来替你抓药啊啦。阿母，免啦，遮尔晚你去休困啦，我来抓就好啊。你爱记哦。想起我阿父，一世人做罗汉脚，无补无够。养父你甲在天公伯也疼痛我，互我有2个查某囝，一个是美冠，伊是我自细汉甲请养大汉。讲到伊嘛有够歹命，细汉老母就早死，也无爸母通啊甲疼，通啊甲惜。但即嘛嫁人啊，若讲阿命，因为即款代志。即马煞伫咧看守所咧用关，伊命哪会遮歹？啊，即马看守所也袂用会面，也袂用敲电话，伊嘛毋知有食无。
我袂用敲电话去甲问你。是讲美馆叫志中，即摆嘛毋知有幸福无？志中嘛毋知对伊好啊歹。喂，阿伯啊，遮尔晚你哪还袂困啊？有啥物代志是？我就是困袂去吼，想讲要敲电话甲你开讲一下啦。啊，志中咧？伊加班还袂转来啦。哈？你加班哦？啊，伊去你食头路啊？是啊，伊今仔第工上班啊，较无闲啊，所以还袂转来。哦，美娟啊，啊，恁阿母咧？恁阿母对你好无？阿母对我足好诶啦，今仔佫订补药要甲我补身体呢。阿伯，你放心啦。安尼阿伯就放心啊。是讲美娟啊，阿伯哦，无通啊像以前共款，伫你诶身躯边照顾你。恁若有啥物代志，有啥物委屈，做你甲阿伯讲，阿伯替你做主，吼。阿伯，我知影啦。啊，你妈保重你家己的身体哦。阿伯，你甲姨妈讲哦，过2天我若有闲，我就去看恁啦，哈。好啦，我会甲恁姨妈讲啦，吼。阿伯，阿明好无？阿明真好啦。阿明是足古锥的啦。我结婚迄天哦，家姐有甲我开盲仔尾呢。啊无，我穿个新娘衫，拢毋知要安怎行咯。无即摆哦，行到无法度咧。阿伯啊，听我甲阿明说多谢哦。会啦，我会甲讲啦，吼。阿伯，遮尔暗啊吼，你要紧去困啦。啊若无哦，你掠运会愈来愈济哦。好啦，再见。古锥，古锥哪有路用？这个世界上上悲惨、上不幸的造物，拢伫伊身上。古锥敢有较纸？即摆伫看守所咧封关，嘛毋知安怎。一人一款命，哪有法度？有一刻着压力哟，俗风赢着，才苦了苦。已经12点外，哪袂转来？志忠，你转来啊？美娟，你袂休困哦？我来等你啊！阿怎会转来？会忝吼？袂啦。我甲你爷爷，我爱做物件你食。啊，免啦，免遮麻烦啦。你哪会麻烦啊？做一年米就好啊，你生意也生旺旺吼。多谢你哦。哦，足忝的。
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